这照片是你在我最难过无助的时候帮我拍的。不过你这人真奇怪哎，我难过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不是安慰我，而是帮我拍照片。拍照是凝固时间最好的办法。有了这些照片，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生命中那些重要的瞬间。有些事不用一辈子都记得吧。总之，这一切都过了，放了他吧。我已经给他一条活路了，就看他自己珍不珍惜，要不要重新站起来了。那我继父呢？我恨他，但也不至于要让他完全消失吧？你何必要这么做？我自有我自己的道理。我担心的是你，你该收手了吧？血债血还，这个世间是有因果的。